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咱来吟圣诗113首，圣诗113首，请起立。咱用主所教示咱的主祷文来祈祷。愿伫天li嘅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赐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伫试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保持。阿门。咱将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里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路因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若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文，我们读启应文第57篇。启应文57篇。我是真的葡萄树，
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正。我对恁讲的话，已经互恁清气啦。枝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袂结果子。我是葡萄树，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呢，会结真侪果子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气的枝，互人迄出去外面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恁内面。恁若结真侪果子，真正做我的门徒。咱三家拗头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过一礼拜真平安，搁一届来到圣殿来敬拜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。虽然行过死荫山谷，阮嘛是甲恁有足侪结连，咱无惊吓，因为知影，毋管世界安怎变化，你拢永远伫地，永远甲阮伫地。做日才过一八，互阮搁一届来纪念，有足侪信仰的前辈，搁足侪人，伊为着公义。为着因的良心，为着因的信仰，因行一条搁较难的路。求主，你赐予即个世界平安甲公义，互阮知影，阮所坚持的信仰、坚持的信念，是行一条较正确的路。求主来帮助。求主来帮助教会侪的事工，无论是社区的活动，还是个团契的活动，拢求主来看顾，互人伫活动内会当去较济来敬拜你。嘛求你来特别来看顾，甲安慰遐伫病痛伫艰苦的会友。上帝，你的平安，你的疼，甲阮每一个人同在。安尼祈祷是奉主的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赞美，请献歌队。
著是献歌队足水的歌声。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17节。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17节。我是真诶葡萄树，我诶爸是种园诶人。既若连伫我诶枝无结果子诶，伊就散起来；既若结果子诶，伊就收互伊清去，互伊结果子搁较济。但恁因为我所甲恁讲诶道理已经清去啦，恁着踮伫我，我也踮伫恁。说使枝无结连伫葡萄树，就袂为家己结果子。恁若无踮伫我，也是安尼。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。踮伫我，也我踮伫伊个，就结果子济济。因为甲我相离，恁就袂做啥物。人若无踮伫我，就受气煞伫外面，亲像枝煞孤单。人叫因迄落火，就烧去。恁若踮伫我，我诶话踮伫恁，凡若所爱诶，恁就求，就要甲恁成。恁结果子济济，对安尼，我诶爸得到荣光，也恁要成做我诶学生。我有听恁，亲像爸有听我。恁着踮伫我诶听，恁若守我诶诫命，就要踮伫我诶听，亲像我有守我诶爸诶诫命，踮伫伊诶听。我已经用遮个甲恁讲，要互我诶欢喜踮伫恁，也互恁诶欢喜满满。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有听恁，这是我诶命令。人为着朋友献性命，听无有比即个较大诶。恁若惊我所命令恁诶，就是我诶朋友。打了后，我无叫恁做奴仆，因为奴仆毋知伊诶主人诶所行。若是我已经叫恁做朋友，因为我对爸所听见诶，拢有甲恁讲。毋是恁敬我，是我敬恁。搁设立恁，互恁去结果子，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，互恁伫我的名，无论对爸求啥物，伊就互恁。我用遮个命令恁，是要互恁三听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搁行出来的人。讲道，请倪正义传道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先同心来祈祷。天坛天父，感谢你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头前，你要帮助阮，互阮来得到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知影，阮伫你的头前，阮伫生活中间所犯的罪。不管是阮的言语、心思，也是行为所犯的罪，拢恳求你亲身的赦免，嘛恳求你帮助阮，会当来传递伊伫你的话顶面。主啊，恳求你就差遣信心伫阮的聚会中间，互阮所听到的，就是对天灵所来的话，互阮对遮来得到帮助。会当继续来跟对你，安尼祈祷，拢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春天，咱已经渐渐拢会当感受到啊。春节过后，咱即马感受到春天的气息。哪像来浓烈了。今仔日是3月第1个主日，伫教会节期中间，
咱已经渐渐来接近古活节。今年的古活节是几号？大家敢知影？古活节是4月20号。我嘛看到讲，咱教会圣歌队嘛要开始练习，要开始准备古活节复赛。我想对咱基督徒来讲，咱拢真介意古活。古活代表上帝荣耀的显现，嘛代表咱会当有更新的生命、换新的活命。但是咱拢知，若是无十字架，就无古活。也就是讲，若无经过十字架的过程，咱就无可能有古活的活命。十字架是啥物呢？十字架是受苦。但是伫即个受苦的过程中间，咱拢借着古活的仰望，会当有气力来面对即个受苦。经过即个受苦了后，咱会当得到真正活生的活命。即个过程伫现实的世界中间，咱会当安怎来经验呢？我想要借着约翰福音第15章的经文，甲大家来分享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伫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2节时，所在咱看到讲，耶稣讲：“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种葡萄的。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剪起来；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，互伊结较侪果子。”伫遮主耶稣用葡萄树来做譬如，主耶稣讲：“我就是真的葡萄树。”表示讲，甲伊同时代的时阵，嘛有假的葡萄树。假的葡萄树袂当互人真正的祝福，嘛袂结出真正的果子。但是咱阁看到的是咱所有跟对主耶稣的人，咱拢是跟对主耶稣的门徒。所以，若是袂结果子的枝，天父上帝会安怎？天父上帝会甲伊剪起来。若有结果子的枝，天父上帝会甲伊修剪。这是对巴勒斯坦的农园真贴近的一个描写。因为伫巴勒斯坦农园内底，伫逐冬的2月、3月的时阵，巴勒斯坦农夫就会到葡萄园中间去剪掉无结果子的葡萄树枝，免得互遮的结果子的葡萄树枝会影响互遮的无结果子的树枝来吸收。到伫8月的时阵，遮的农夫嘛会修剪葡萄树顶悬的嫩芽，会当互树仔吸收所有的营养，才有法度互树仔来结出大果肥的果子。所以，耶稣伫遮用葡萄树来做譬如，耶稣伫遮并无用旧约中另外一款树来做譬如，另外一款真重要的树，就亲像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树。香柏树若粗起来，伊会当有别款的用途，伊会当来做家具。所以，香柏树伫旧约中间嘛是非常重要的一款植物。但是主耶稣伫遮无用这个香柏树来做譬如，颠倒用葡萄树来做譬如。因为葡萄树若是粗起来，伊敢若会当做菜来烧，伊无法度
有虾米款的作用。所以主耶稣伫遮强调葡萄树，就是甲遮所有的门徒、遮所有军队的人来讲，你若是葡萄树的树基，就是你一定爱结果子。你若无结果子，你就是互园丁甲你凑起来，甲你等入去火烧。所以结果子对军队主耶稣的门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结果子嘛会带来真好的效果。第8节，主耶稣阁讲到：恁若结真侪果子，表示恁是我的门徒，我的爸也因为安尼来得到荣光。天父会因为安尼来得到荣光，表示结果子是荣光上帝一个表现。上时也是主的门徒应该有的回应。所以，若是咱是主耶稣的门徒，却无结果子，你就根本毋是门徒，敢若亲像蹙卖耶稣的犹太同款。所以，结果子是主耶稣希望咱做一个门徒，基本爱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表现。而且，伫16节的所在，主耶稣也提醒咱，毋是恁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你，搁任命恁，互恁去结果子，互恁的果子会通永远保存。主耶稣拣选门徒的目的，就是爱因去结果子。伫遮，咱也搁较明白着，结果子是必要的。若无结果子，就无可能永远成做葡萄树的一部分。结果子的目的是伫荣耀天父，也是主耶稣要拣选门徒的目的。所以，结果子甲咱成做门徒的身份是密切相关的。结果子嘛会对咱的生命中间带来真大的欢喜。主耶稣安尼讲：我甲恁讲遮的代志，是要互我的欢喜伫恁的内底，搁互恁的欢喜满满。结果子会当互信徒中间充满欢喜，而且是满满的欢喜，互咱因为伫即个黑暗世界中间，袂感觉到忧愁。讲遐尼侪结果子，咱到底要结出什么款的果子咧？主耶稣有讲到讲，我已经伫地上有完成你交代我的工作来荣耀你。伫约翰福音内底，荣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事。耶稣就是一个顶，是荣耀。这咱看起来，的确是感觉到真大的奇怪，因为是一个是真侪人感觉到是见笑的代志。一个人死伫遐，哪有啥物荣耀咧？但是主耶稣通过安尼来完成上帝的旨意，嘛通过安尼来显现出上帝本身，这是上帝的荣耀。上帝安尼来显出伊的荣光。所以主耶稣伫17章的时阵，讲到讲伊要离开世间啊，伊也要安尼来完成伊伫世间的使命。所以结果子就是完成上帝所交代的使命。若是咱每一个基督徒若要结果子，咱所结的果子就包括传福音，
就包括互人受洗，成做基督徒，就包括彼此相疼，来见证上帝的疼叹。这是主耶稣甲咱讲的，咱需要结出的果子。当咱讲到咱需要结果子的时阵，耶稣伫这段讲道内底，嘛一再表示讲，咱要安怎来结果子的？咱需要甲伊连结，咱需要点伫伊的内底。只有咱点伫伊的内底，咱才有法度真正活出彼此相疼的款式。而且伫第4节、第5节、第6节的所在，耶稣阁讲：恁若无我，恁袂当做啥物？也是讲，恁无甲我结连，恁就互人迄入去外口，歇堆堆，迄落火烧。所以，主耶稣伫遮一再强调，咱需要踮伫伊的内底，咱需要甲伊结连，才有真正会当结出果子。其实看到遮，我毋知影大家会感觉有一点奇怪无？甲伊结连，甲主耶稣结连，踮伫伊的内底。敢真正是遐尼必要的代志？因为咱即个世界所受的教育，拢甲咱讲，咱需要相信家己。咱嘛知影，伫咱的内底有稳重的材料，有无限的潜力，有无限的可能。所以，这个世界甲咱讲，只要咱有够拍拼，只要咱有够努力，咱就会当对这个世界做出贡献，而且咱也会当通过自我的实现，来带予这个世界美好的祝福。所以，咱若愿意，就会当照主耶稣的旨意来结果子。踮伫伊的内底，甲伊结连，并毋是必要的条件。所以，主耶稣伫遮所教导的，甲咱这个世界所听到的，敢若有一点无共。主耶稣启示咱，只有甲伊密切结连，咱才有可能结出真正的果子。嘛，才有可能会当带予这个世界真正的祝福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事实上，主耶稣对这个世界有非常深刻的了解，因为伫约翰福音第13章开始，主耶稣已经进入耶路撒冷啊，伊已经走向行向。是一个道路，但是主耶稣知影，这个军队伊的门徒心内所想的，这个军队伊的门徒心内所想的是啥物呢？这个军队伊的门徒看到遮尔侪人欢迎主耶稣入来耶路撒冷城，因感受到主耶稣可能。就要耶路撒冷，就会伫耶路撒冷城来做王。所以，这个门徒所关心的，是主耶稣掌权时阵，因有啥物款的地位？有门徒甲伊的老母来求耶稣讲，伫伊掌权时阵，求主耶稣，互因坐伫因。边啊，正面倒边的所在，这个代志
因本来想讲要私底下甲耶稣讲，所以当这个代志，耶稣并无答应。也互这个门徒知影的时阵，这个门徒非常无欢喜。这个门徒感受到，哪会当安尼黑箱作业？哪会当安尼来分配权力？所以主耶稣知影，这个门徒所想的是啥人伫伊的面头前是上有地位的。所以主耶稣知，伫伊生命上界落尾阶段，伊需要帮助这个门徒，真正会通彼此相疼。所以主耶稣就伫伊食暗顿的时阵，离开桌仔，脱伊的外衫，摕一条棍仔下伫腰内底，然后倒水伫水盆，甲伊的门徒洗骹，一个一个去洗。这个门徒敢若也真自然，就来接受耶稣的服侍。这个门徒中间，只有彼得感受到真奇怪。伊特别问耶稣讲：“主啊，你要甲我洗骹哦？”耶稣应伊讲：“我所做，你现在无明白，但是你后来会了解。”但是彼得阻止耶稣为着伊来洗骹。彼得讲：“你绝对袂通甲我洗骹，因为彼得知这是奴仆对主人也是人客的服侍。伊是耶稣的学生，伊无牵得接受耶稣这款的服侍。但是耶稣甲伊讲：“你若无够互我洗，你就甲我无关系咯。”所以耶稣通过这个奴仆的服侍，互门徒知影，上帝的疼就是这款牺牲的疼，是这款无条件的疼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跟对伊的人，拢需要经验到这款的疼，才有法度用这款的疼来彼此相疼。这款的疼，才是无求家己利益的疼。因为人若无经验到这款的疼，人的罪性会用家己最忠心，人无法度活出真正的疼。咱只是用本性来彼此对待，这款对待好无？这款对待就是以牙还牙，以眼报眼，有恩的报恩，有仇的报仇。这款对待是为着家己的利益来互相对待。这款对待会带出真正的性命，这款对待会毁坏性命。这大家拢会当看到真清楚。就亲像这个世界内底，永远是强者说的话就是真理。亲像咱所看到的，即马乌克兰所面对的状况，伊就是爱面对美国甲苏联两个强权，因瞧好乌克兰才有希望，但是因袂为着乌克兰来设想。所以主要说伫遮来讲，伊讲甲伊家人踮伫伊的内底，那体会到伊的疼，才有法度来显明上帝的疼。这是约翰福音第3章16节中间所显明的疼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，咱大家拢真熟，就是讲上帝疼这个世间。将伊独生的囝赐予这个世间，互所有信伊的人，拢会当得到活命，袂至到死亡。这是主耶稣带予这个世界的疼，也显明着
耶稣伫即个世界的使命，就是要用即款的疼，互侪侪人来得到活命，互人得到活命，下面着上帝的疼。所以主耶稣嘛一再来劝勉遮个基督徒，爱定定伫伊的疼内底。咱要安怎定伫伊的疼咧？第10个所在嘛有讲到，咱若活伫遵守伊的命令，咱就会定伫伊的内面。就亲像耶稣有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嘛定伫伊的疼内底。所以甲主既然定伫伊的内底，活出彼此相疼的款式，是主耶稣拣选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目的。当咱结出这款果子的时阵，咱也真正就是主耶稣的朋友啊！因为主耶稣嘛安尼为着朋友，嘛为着每一个人来牺牲伊的性命。主耶稣甲咱讲，活出彼此相疼的方式，是主耶稣拣选咱的目的。当咱结出这款果子，咱就真正顺坦主耶稣的命令。咱也伫这条彼此相疼的路顶管，出伫主的选择的时阵，咱也对主内底来得到快乐，来结出彼此相疼的果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拢是跟对耶稣的门徒吗？咱拢甲主耶稣有结连吗？我想，咱伫南门教会内底，所有的服侍，咱拢希望会当帮助兄弟姊妹，搁较伫主的内面，搁较甲主相连。所以咱伫拜三的时阵，有查经的祈祷会，伫各个团体。不管是少年团体、青年团体、小基石、基石团契、磐石团契，也是辅导团体，拢有真侪查经的聚会，想要帮助兄弟姊妹，搁较甲上帝话有结连，嘛踮伫主的内底。所以真希望大家拢会当参与伫无共款的团体中间。上时咱嘛有灵修默想的即个服侍，我相信这个服侍拢是要帮助每一个兄弟姊妹踮伫主的内底。当咱踮伫主的内底的时阵，咱就会当用主的话来互相来鼓励、来安慰。最近我嘛参加几啊个咱兄弟姊妹内底告别礼拜，我嘛感觉到，只有上帝的话，才会当真正来帮助兄弟姊妹，坚固阮每一个人的信心，嘛对这来感受到，咱是一个有愿望的基督徒，愿咱拢会当踮伫主的内底，甲主结连，用主的话来彼此安慰、鼓励、造就，互咱每一个人拢结出满满的果子，来见证上帝的荣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台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亲身引带阮每一个人来得到你的恩惠。主啊，你要用你的话语来帮助阮，你嘛要用信心来帮助阮，互阮因为你所想事的一切来得到活命。主啊，就恳求你继续帮助阮，逐工来亲近你。用你的话来帮助阮的性命，
互阮的性命拢活伫你的心意中间，来见证你的疼，嘛伫教会内底，嘛伫即个世界内底，甲人彼此相疼。主啊，就恳求你安尼来引带，安尼来帮赞，互阮跟对你继续行伫即个天路顶悬，来做你美好的见证。安尼祈祷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圣诗160首，请起立。来奉献，请张慧瑜、林祥宇接书。
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。请坐，来报告，欢迎大家今仔日来到礼拜，请礼拜了后会当到地下室，3到9杯用爱餐。后礼拜的正道是邀请李佳明牧师。教会礼拜三暗时后要有迄个读书会，即礼拜要开始读新的一本册，叫《基督徒一定要上的12堂基要真理》。请迄个倪正义团的要来带领，请大家当踊跃参加。教会礼拜六的烘焙班嘛是礼拜六要开始上课，欢迎大家会当邀请你的朋友做伙来参加。圣歌队即礼拜日开始要加练歌话节的献诗，邀请大家若是有闲的有兴趣的，会当3甲来参与。11点半伫5楼要练歌。社区手机班加长青乐活嘛是即礼拜拜2甲拜4要开始上课。即期是请迄个倪正义团的担任班主任，请有报名的兄弟会当会记得9点半准时来参加。告解消息甲台岛请大家家己看。好，咱来唱迄个咱来行平安礼，请起立。
来吟圣诗402首，圣诗402首。祝祷，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叹、信心的感动，甲恁众人同在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